咦，有人暈咗喺度喎！現場環境安全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你冇事啊嘛？小姐，小姐你認下我，小姐，小姐，呢位小姐，有位小姐暈咗，麻煩你過嚟幫幫我手啊 OK。上通氣道口腔冇明顯嘅異物，聽呼吸探脈搏，1001、1002。若傷病者沒有呼吸、脈搏同循環徵象，立即召喚救護車及提取去戰器，並開始心肺復甦法。麻煩你幫我報警，叫救護車開始心肺復甦法。幫我手，唔該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10、11、叫咗救護車咯。急救員貼好電極片後，去戰器會進行分析。若分析後需要電擊，半自動型號嘅去戰器需要急救員喺聽到充電完成指令後，按下電擊掣先會發放電流。而全自動嘅去戰器則喺去戰器充電後會自行進行電擊。注意，當聽到分析心率時，不要讓任何人接觸傷病者。待去戰器進行分析是否建議電擊。唔好接觸患者，而家進行心率分析，請等一等。嗱，而家救緊人啦，唔好行埋嚟啊！建議進行電擊，唔好接觸患者。按紅色閃爍鍵已進行患者電擊，進行第一次嘅電擊，電擊完成。繼續心肺復甦法。電擊後立即繼續施行心肺復甦法。途中急救員可向現場人士，包括傷病者嘅親友詢問事發經過同埋傷病者病歷。喺過程中，急救員要留意喺去戰器正在分析及電擊時，旁邊有否干擾嘅電子器材或其激動嘅親友，可能影響分析及電擊。去戰器喺每2分鐘後會再次進行分析，確定是否再需要電擊。如分析後不需電擊，替傷病者檢查呼吸、脈搏同循環徵象。如仍未恢復，可以繼續進行心肺復甦法，並繼續以去戰器監察心率。如傷病者已恢復呼吸、脈搏及循環徵象，可檢查反應，並按急救程序提供合適嘅救援。